1991年6月23日，黄海大老先生将伊60年前创作的苏彦文这个角色搬上戏台，有真侪人伫看。 91岁的高龄，剧中生旦净末各种角色全部由黄老先生一人包办，只看到他在后台一个人又唱又念，一点也不会搞错。黄海代表是传统布袋戏中文雅的口碑，北管的开口加细腻的掌中之艺，就是苏彦文丢出江湖的最佳意义。 1998年6月23日，台湾、香港、中国保钓人士组成保钓行动联盟，到钓鱼台宣示咱国的主权。我们特别在这边呼吁日本政府，要谈可以，一定要三方一起坐下来谈。日本、中国大陆、中华民国。虽然日本交流协会代表同意转达咱方的要求，不过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军舰议员集合台面，阻挡咱方的保钓船舰。